多谢市民来关心宜兰的消息。宜兰最近一直落大雨，市区、山区拢有淹水的灾情，再加上进前有风台小连续安尼扫过，据说讲三星仓采收受到影响，连供应这个三星仓和鼎泰丰的这个仓农就表示讲，尚无爱停止供应2礼拜，这更加是20年来头一摆断货。啊，仓仔采收受到影响，据说讲这仓仔价销就起价，今日上悬的价销每公斤超过1000块，目前平均的价销维持伫每公斤800块。一喙咬落去，汤汁就酒水。鼎泰丰小汤包名声透世界，面粉皮特张就拢会捏18斤，不过皮薄压济小汤包，压内底爱用到真济葱仔醋，其中还有食起来脆脆甜甜的宜兰三星葱。本来应该脆甜甜的葱仔，变甲外国起串。哇，目前你这个冰箱里面就剩这一把。没了，哇，这个就是交给鼎泰丰的。汇仓库内底摕出上尾一把葱，本地供应三星仓和鼎泰丰的仓农，即马根本无仓会当办，爱暂时停止供货2礼拜。三星箱今天已经总 total 只剩下150公斤在市场流通了，怎么剩这么少？只剩10箱而已，快20年的通路，是我从来没有断货。大雨淹到卡岛，昨日宜兰落大雨，市区山区都有淹水灾，搁再加上进前风台小连续来，葱仔被当办价销直透起。10月底葱仔价销也搁伫咧400，不过为11月开始直直飙升，昨日上柜价销超过1000，即马平均价销嘛维持伫咧800。预计大概还要100天左右才能够恢复到正常的供货量。葱仔出货受到真大影响，对这件代志，鼎泰丰回应，平常时种货来源拿一斤，即摆含北京供应商调货，人客要食真环境。天灾虽然未影响过来寡人客食小汤包，不过收入来过一粒天土风台要扫来，互辛苦建造的仓农开始提心吊胆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